大家好，我係發仔。呢團火永遠唔會熄，永不言敗呢4個字，直頭刻入咗骨髓嘅深度，亦都帶領住我哋一步一步創造奇蹟。刷手機，睇到全城洗版嘅大新聞，各大平台都彈出一個令全香港人都無比驕傲嘅好消息。我們這座城市終於誕生了，第一位太空追夢英雄，帶着全港市民嘅激昂同期待，已經準備好正式出發，由地面默默打拼，一步一步飛向萬里長空。過百關，捱過無數艱苦，終於要飛向星夜嘅璀璨。睇到呢個故事，我心跳真係完全加速，亦都俾咗我一份永遠不滅嘅追夢抱負。就在5月24號晚上11點08分，載人火箭即將點火，衝向星空，那一刻將會震撼住每顆心。夢想從來唔係用嚟諗，係要靠無比嘅堅持去成真，永不言敗，撐到底，總會開創出新命運。到時一齊睇直播，全港在線大合唱，為我哋嘅太空代表加油，陪你飛向最高最亮。平時我整電腦玩科技拍片，一路上都有好多難關，但睇到有人可以代表我哋飛上宇宙，我知道人生就是要過完一關再一關，咬緊牙關行落去，唔使理前面有幾多座山，人哋得我哋都得，永遠唔好隨便話簡單，只要裝備好自己，機會嚟到就全力去飛。永遠嘅動力就在今晚大放光芒，熒幕前倒數開始，全香港凝聚埋一齊，由地面出發，衝破大氣層嘅界限，將香港人嘅奮鬥精神寫入宇宙最璀璨嘅一頁。加油，追夢英雄！加油，香港人！下一頁嘅傳奇，聽晚我哋一齊見證。